追逐梦想，城市同行。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3、2、1，预祝国风戏彩演出成功！成功！成功！庆新春，黄兔年。由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集团主办，海外粤剧联盟、纽约精英民族乐团联合主办，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美国金融联盟公司、美国上海联谊会和美国上海总商会共同主办，纽约精英成人日间护理中心独家冠名，上海粤剧院授权演出的2023第3届国风戏彩新年新春音乐会将定于2023年1月7日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市政厅隆重举行。日前，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演出情况。2023第3届新年新春音乐会将由粤剧海外王派传承人邬素菲任总导演，为纽约的观众带来具有中国悠久传统的戏曲音乐作品及其他一些精彩国乐和戏曲。邬素菲为海外粤剧联盟主席，自2016年首任以来，他积极推动粤剧表演艺术，并举办了几十场戏曲音乐会，成功地创造了在海外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巅峰。睽违7年，今年将是他第3年度任国风戏彩新年青春音乐会总导演。今年纽约精英民族乐团的音乐家和来自美国海外粤剧联盟的戏曲名家，既保持专业性，又尊重不同音乐品味，不断地推陈出新，注入新的姿态和意义。Made in USA 以美国出品、高质量、高水准的口碑，成为海内外观众最具吸引力的迎新选择之一。数十年来，他们为中国东方体系的音乐和戏曲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表演不仅延续了以往的欢快愉悦的曲目，还带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热闹名曲和传统戏曲，让观众步入殿堂，在悦耳籁之音中迎来新的一年。